樣嘢咧就因為方便講，因為真係唔方便。歡迎嚟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出席王祖藍先生與李亞男小姐嘅豪華婚禮。現在請各位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一對新人登場。同個好高嘅公主尋日入咗嚟我大嶼山間屋擺酒啊！成51圍，場面好盛大噶，係咪啊，米妮？係啊，米奇，個蛋糕差啲遮住咗新郎哥添啊！我哋褪下個位啊，慢慢。嚟飲嘅仲有禮收，有女溝，好好玩噶。講呢啲，人哋兩個都係虔誠基督徒，好純潔，冇婚前性行為噶。咁前晚行完禮呢樣嘢咧就因為方便講，因為真係唔方便。你哋揣摩下啦。唔緊要啊，留翻 honeymoon 啦，一次過啦，留翻啲精力今日用啦，好冇？今晚都唔得噶啦，我諗要等到 honeymoon 噶啦。即係而家係咪已經 ready 好啊嘛？ I'm ready. She's not. 唔緊要，你要去完上海同親戚食飯，先有得去3星期歐洲 honeymoon， 大把時間俾新手人妻 ready 啦。依家最緊要搞好個 show。哎呀 ，sorry 啊，係婚禮先啱啊。冇錯啦，現場氣氛真係好熱烈啊！有表演，有正歌，仲有好激烈嘅王子與公主 kiss。唔知咁大型嘅婚禮使咗幾錢呢？哇！賺咗200萬，我使都唔知使咗咁多啦。使咗幾多啊？賺唔到。使咗好多啊！幾球啊！幾球我冇晒錢噶啦，已經。冇錢唔緊要，有甜蜜回憶咪得咯。